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同一时间在每周三的晚上，我们能够一起同心来领受神的话语，邀请我们能够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将身边周遭会影响我们今天晚上，不管是在分享当中，可能有一些电视节目或者是手机，我们都先将它转为静音或者是关闭，让我们一起在安静当中一起领受上帝丰富的恩典跟祝福。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生命。盼望我们今天一起在神的面前，放下你一切的重担与忧愁，在神的面前领受全新的生命。盼望遇见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赞美，端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你主，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旧时一光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旧时一光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我们的主爱我们，将你一切的重担交托给神，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惨累，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光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旧时一光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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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光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旧时一光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光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为要能够认识我们的生命是你所创造，
我们也应当活出真实、充满主爱的生命。但我们都晓得，生命当中在许多转变的过程，我们有许多我们应当面对的许多的困难。我们需要做生命的决定，我们也需要做改变的时候，但是我们却不敢往前走。主啊，虽然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应当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我们愿意更多在等候神应许的时候，恳求你赐给我们从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真正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要恳求你，恳求圣灵再一次来充满我们的心，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论我们身边在哪一个教会，或者是在哪一个困境里面，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眼，除去一切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拦阻跟误解。恳求你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话语里面真理的当中。主啊，我们要为所有在此刻正在为生命的成长需要转变而忍受痛苦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了所有如同保罗再一次领受生命当中的痛苦的牧者门徒来祷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每一位在经历生命痛苦当中的人不至于徒劳无功的侍奉你。我们要恳求你赐给你的仆人，让我在今天晚上神你的话语里面能带出主你所要丰富我们内心智慧，让我有清晰的口才来传讲神你真理的道，也赐给我们每一位听到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今天能够抓住你所要向我们启示的新生命。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平安，非常高兴我们在每周三的晚上能够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一起透过今天的经文内容，一起来了解上帝从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经历的故事。特别在我们经历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困难痛苦，但是在经历生命的痛苦当中，我们要如何真正的去得着，甚至能够走到生命真正改变更新的那个状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在我们每一周我们的经文的内容，我们会配合逐章逐节的方式。牧师也要鼓励各位，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按照我们这个 PPT 上面的内容，你能够好好的来读经，一起来熟读神的话。那慢慢的我们在读经当中，你会越来越明白整个圣经里面的背景，包含神的话语要对我们说什么，期盼我们能够一起来领受这份生命的智慧。在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加拉太书第4章里面这一段经文里面12节到20节当中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祝福。特别当我们的生命里面遇到许多的经历挣扎啦，或者是感觉到很痛苦，或者是你在为了你所爱的人的生命在那边焦急的时候，那么期待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到你不仅能够帮助你得到最真实的安慰跟生命一个非常清楚明确的方向。那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到曾经有一个我们知道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雕塑家，这个不管是这个杯子或者是一个艺术品，这个艺术品的背后其实面对着一个艺术家他如何将一块美丽的石头，那不只是单纯的用这个电脑刻画几下，或者是随便敲一敲它就会成型其实它必须要忍受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面呢，它首先它必须要经历过从那个粗糙的切割然后帮助那个石头或木头能够剧烈的震动跟裂痕的切割，然后再经过极多很大的这个耐心然后专注力，然后慢慢的细微的去雕塑它。那最后呢
经过无数次的打磨，然后让这个成品的表面能够非常的有棱有角，甚至非常的圆润光泽。那我相信每一个这样的艺术家，他所忍受的过程，这个雕塑者，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就像是这样的过程，就像一个艺术家他在雕塑一个成品一样，他必须要忍受他所要雕塑的生命需要经历过那个手酸、疲惫、焦虑，甚至一直到生命直到完美的状态，甚至非常清楚的生命的意象形象出来，直到他看见，哇，这真是太棒了。所以我昨天在跟我们的同工跟年轻朋友在分享，当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如何活出一个上帝所爱、有色彩的生命，我们需要不断的被雕塑，而这种被雕塑的过程，很多时候就像是一个妈妈她在生产的过程的那一种痛苦一样。好，那雕塑成型之后，哇，这是必须要透过艺术家这个每一个雕塑者，他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痛苦所换来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就这一块这个生命，这个把它雕塑成为非常漂亮的这个玉或者是木制品，或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品。我觉得上帝他就是那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虽然他没有许多的痛苦，但是他知道每一位他所造的百姓儿女生命当中的痛苦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要透过使徒保罗在这里加拉太书特别对加拉太的信徒，他非常焦急，而那就像是一个著作品，他如果偏离了这个艺术家的蓝图的时候，那这个艺术家也会觉得很焦虑，我的作品怎么又变成这样那很多时候保罗他看见他们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从领受他的道，听到他的真理，但是从真理的背后却因为又偏离了因信而可以称义的这个真理的道路，他们回头去抓住那个我只要去遵守律法，那我只要这个抓住这个律法的重担，我就可以得着新生。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保罗他期待，如果你们一样回到以前的方式，只要你遵照抓住律法的这个方法来走，那就可以称义的话，那其实他们的生命还没有真正得着耶稣基督救恩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发出一个非常重要，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保罗他特别提出一个在加拉太的这些信徒他们的生命一个很重要的呼喊，我为你们在受这个生产之苦，一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话来看，我们到底应该要如何将这个忍受痛苦，我们在不断的被雕塑，我们在侍奉神的道路上，我们在与人的关系里面，其实我们都在就像生产的痛苦一样，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生命形塑出成为一个真正有基督样式的样貌我觉得这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真实最清晰的一个标记，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所以让我们一起翻开加拉太书第4章第12节到第20节，那请我们用你的心灵一起来倾听保罗他带着这一份带着血泪带着盼望的肺腑之言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这样是说，弟兄姐妹，我劝你们现在要像我一样，因为我已经像你们一样，你们向来没有亏待过我。你们知道当初是因为我生病才有机会首次向你们传福音，那时你们虽然因为我生病而受累，却没有轻视我嫌弃我，反而接待我，就像接待上帝的天使接待基督耶稣一样。我可以为你们作证，如果可能的话，你们那时就是把眼睛裹出来给我，也心甘情愿。你们当初的善意哪里去了？现在我因为告诉你们真理，就成了你们的仇人吗？那些人非常热心地对待你们，
其实他们心怀不轨，想要离间你们和我们的关系，使你们热心的对待他们。有人热心待你们当然很好，但总要动机纯正，始终如一，不应该只是我和你们在一起时才热心待你们。孩子们，为了你们，我像一位母亲再次经历生产的剧痛，一直到基督的生命在你们里面成型，我恨不得立刻赶到你们身边，换种口气说话，因为我为你们困惑不安啊。各位弟兄姐妹，保罗他这一段话充满了许多对加拉太的爱跟焦虑。他从12节到15节里面，你可以看出他先是用温柔的回忆保罗与他们当初那种亲密的关系，来对比他们现今那种疏远跟误解。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回想过，当你在教会，无论你跟牧者，无论你跟你的同工，过去可能有一段非常美好的侍奉神，一起赞美神，一起办活动的那种经历，非常美好。可是当有一天，当那种关系因为一个误解，因为一个不了解而疏远了，甚至因为个人的坚持而疏远了关系，我们会感到哇，这个疏远的关系跟误解，哇，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会去想那个问题。而今天这个疏离感，保罗跟加拉太的这些他曾经传讲因信称义的个恩典的福音给他们。加拉太人他们原本是接受保罗他所传讲的这个因信称义，我只要信，我不用透过什么样的行为，我就可以得着这份救恩的恩典。但是在保罗离开以后，因为一群犹太律法的主义者，他们坚持要割礼，来到加拉太的教会，他们教导他们，光信耶稣不够啦，你们这些外邦人必须还要像犹太人一样，要接受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被上帝完全的接纳。而有一些举个例子来说，就好像有一些信徒他认为说，我必须要将每日读经3章，读经1章，你至少每天要读经啊，祷告一些时间啊，这样的标准来看待，你才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证明自己是属灵的行为。所以律法主义的思维，如果按照这样的定义的话，如果我今天早上如果我没有读经，我就不配当基督徒，我就不配做一个信上帝的人应该有的样式，我们会被定罪，我今天的服事工作就不会蒙福。这是一种用行为规范规条来决定一个人他的价值和上帝接不接纳他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我们是用这样来看待人的侍奉的话，那么这有很大的生命问题。换个角度，如果在服事上，在侍奉的里面，有一些教会或是同工，他们会认为，你要证明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就必须要在教会至少担任2个以上的服事，而且你还要固定奉献高于这个11奉献的比例要多少？有这样的教会。那牧师不是说这样的教会不好，后面我会跟大家补充，如果我们不要被律法主义所束缚，但是我们的生命还应当要如何来做。律法主义的思维谈到这个部分，会认为我做的越多，奉献越多，上帝就越爱我，越保护我。我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就说明了我的救恩，我的生命的救恩是软弱的，生命是次等的。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如同加拉太人认为要靠割礼才能够完全一样，现代人认为要靠固定的灵修的量，还有超额的服事，
才能够完全被上帝所接纳跟使用。这就是将行为偷偷的加在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救我们的恩典上面。我们认为我们领受神的恩典那么多，那么我们就应当要怎么做？其实不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那么多，那么我们应该要去想，我的责任，我的生命的义务，我们领受这么丰富的爱，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而当我的生命如果改变了，我的生命自然会结出很多生命属灵的果实，甚至我会更加的能够有包容，更加的有动力，甚至有更加的信心来付出行动来爱上帝，侍奉上帝，侍奉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行为偷偷的加在了神本来给我们的恩典上面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成为一个自我称义的行为主义啊！我只要透过我做的越多，那么我就得以被称义的更多。但是保罗他在这边他特别分析讲解了给加拉太人说，保罗他成为了敌人一样。保罗他为了捍卫纯粹的福音，恩典是完全的，他不是靠行为来补充的。他严厉的指责加拉太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偏离了基督的恩典。在加拉太的信徒眼中，保罗这个说真话的人反而成为最严苛的，不爱他们，拆散他们与新朋友的关系的坏人跟仇敌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许多时候，当我们在国家社会里面，不管你是做政治人物，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当同工、领袖，或者是在家庭里面，在朋友当中，那些敢说真话的人会还蛮容易成为那个别人所讨厌的对象。保罗的痛苦不只是被误解，更是看到他们为了迎合那些律法规条，而偏离了基督真正的自由。这就是保罗他所受到的这个再生产的痛苦的原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12节到15节，保罗他提醒加拉太的人，也在提醒我们现在的每一位基督徒朋友，你们当初，保罗对加拉太的人说，你们当初对我那么好，但是甚至不顾我身体的病痛，待我就像基督一样，那份单纯的爱到底哪里去了呢？那个单纯的信心其实是会为他们带来单纯的爱跟热情。但是当我们开始失去了热情，对真理的那些真理的忠告，真理的忠告就是什么？有些时候是别人对我们的提醒的话，我们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反思了，是不是有什么律法重担或世俗的诱惑在捆绑我们，而让我们无法去遵守耶稣基督的爱？我应当要改变，我应当要如何调整我的生命态度？我们从16节到第18节，保罗他问，我对你们说真话，指出你们被假教师和律法主义迷惑了，怎么反而成为你们的仇敌呢？那些假教师对你们看起来好像很热心啊，没有，他讲那个话不应该啦，保罗讲那个话不是这样的啦，真理不是这样的啦。各位弟兄姐妹，其实这些假教师是想要离间你们和我，也就是保罗说的我这个纯粹的福音的关系，这在挑拨离间让你不要遵守这个纯粹的福音真理。所以最后呢，是要你们能够跟随他们回到律法之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忍受真理所会带给我们的生命的转变是会冲撞的，会让你不舒服的，但是这个真正的爱是说出了对生命有帮助的真话。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最难就是难在有些时候我们讲真话，人家会说，牧师你怎么讲话讲得那么的好像没有智慧一样，
好像让人很不舒服，少说几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如果对生命有益处的真话，即使是会带来痛苦和误解，我们也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要懂得能够有能力去忍耐，我们要忍受那个被误解的痛苦的能力，我们需要，我们要勇敢的去分辨那一些虚假的热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19节到20节，保罗用一个我小子啊，这个我小子就亲爱的孩子啊来称呼他们，这是一个带着慈爱和痛心的呼喊。他将他所要做的这个门徒训练工作，对加拉太人的门徒训练工作，比喻作为在生产的痛苦，那种焦虑牺牲，一直到清楚的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加拉太人的生命当中被活出来，甚至看见为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拥抱当你听到一个真理，但是你心里听起来很不舒服的时候，你愿意拥抱那个痛苦吗？你愿意这个要成为有基督形象的样式，那个过程你需要付上的代价是像生产的过程的痛苦一样，你愿意吗？我觉得这个生产的痛苦不仅是保罗在经历，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信徒，从老我到更新生命的自己，我们都需要从这个门徒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操练出应当有的忍耐跟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圣灵的雕塑？圣灵的雕塑修剪的工作是要帮助我们能够忍受痛苦，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刚才讨论过了，我们要要防止谨慎的防范落入这个律法主义的陷阱，不是靠行为来加在这个上帝的救恩上面的。而一个很重要的平衡方式，我们必须要抓住，我们是否有愿意领受这份真理所必须要付上的代价，否则我们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叫做反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会认为，既然靠着恩典得救，我的行为就怎么样啊？我们既然讲恩典的，不是靠行为得救的，那么你不要再叫我做这些事了。我们的生命就很容易越来越随便我们就反而不需要读经也不需要他看圣经使徒保罗他从来不是要我们放弃应当有的本分，他强调的是一个动机跟顺序。也就是说，如果动机错了，你的生命的顺序也会跟着错。所以我们知道，律法主义行为是救恩的必要条件。好，我再讲一次，律法主义就是说律法怎么做，怎么规范，那行为就怎么样，就很重要咯。如果你是一个走在用律法主义下的基督徒，你不是靠恩典的，你会认为我该怎么做，我一定要做到哪样，我才能够真正符合得着救恩的基督徒。你会认为行为比神的救恩还要来得重要，你就会把行为看作为最重要，你看人也会以行为的标准来看待人，所以你也会用行为作为来赚取，来得着上帝的爱的一个基本条件。可是问题不是这样，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有许多的人，当我们用这样的话语去提醒他的时候，人家会觉得你真的很像律法主义下的法利赛人一样。行为是救恩的必然结果也是救恩之后的爱的表现。所以以恩典，靠主的恩典来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是要了解行为其实是救恩的必然结果。也就是一个人必须要先领受救恩，真正领受救恩的人，他的行为自然而然就应当会如何。那么换句话说，
一个人的行为，一个基督徒的行为，他的行为还没有活出那样子的行为反应，好的有主的形象的行为反应，那么如果他还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行为，可能是他软弱了，我们为他祷告。可能是他还不了解神的救恩在他的生命是多么的丰富，那么我们需要更多神的话语的真理带领他，让他懂得对上帝的救恩懂得回应。所以神的救恩我们要真实的把它带到人的面前，是何等的重要。所以牧师非常鼓励各位，我们一定要懂得去分享，在灵修祷告里面，我们要去好好跟神对话，神的生命，神的救恩如何让在我们生命里面带出什么样子的美好的生命果实，圣洁的果实，圣灵的果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今天的圣经节里面带给我们非常大的提醒，我们看到了吗？看到保罗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他非常痛斥这一些律法主义，因为过去他就是用律法主义来定罪这些基督徒。他也因为知道这个律法主义夺走了这些加拉太人他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的生命，而那份自由不是让我们可以放纵肉体的，而是要我们能够被圣灵引导去尽应该爱上帝的本分，或者是爱人的本分。所以15节说什么？15节说，我可以为你们作证，如果可能的话，你们那时就是要把眼睛裹出来的事给我，也心甘情愿。你们当初的善意哪里去了？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没有了。你们当时候那个会为了我，又为了我愿意甘心乐意的那份热情到哪里去了？那个善意去哪里？意思就是说，这些加拉太人已经开始对保罗所说的话是有点好像敌对的感觉哦。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是为了爱和感恩而行动，而不是因为害怕为了能够赚到这个好处而行动的时候，那么我要恭喜你，你是在享受神的恩典，而且你是活出一个新生命，有耶稣基督的样式的美好果实的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是活在基督的救赎恩典当中的生命，那么我们有哪些是可以遵循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在罗马书第8章28节到29节提到我们有哪些方法可以来做。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话怎么说，在罗马书8章28到29节我用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来跟大家分享。下面现代中文译本，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得益处。因为上帝预知他们，把他们预先拣选出来，使他们跟他的儿子有相同的特质，好让他的儿子在信徒大家庭中居首位。各位弟兄姐妹，保罗他所说的这一段话，就是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信徒定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目标，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神圣的命定。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步生命的痛苦跟挣扎，都是上帝用来塑造我们能够像基督的工具，是一个生产之痛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为了生命当中的软弱在挣扎，为了环境工作的试炼正在经历痛苦，请你不要灰心。这个痛苦是有目的的，有意义的，它正在磨掉你身上的那一些老我，正在雕塑你能够像基督一样。你现在的忍受是为了将来新生命需要有的必备条件。如果你没办法忍受，那未来这个新生命就不会在你身上。所以不要半途而废，你要忍耐到底，专注一个目标，
让基督的样式真实的、清楚的，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需要来谈谈几个问题。在现今的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很多很快速、有感的、有效率的时代 ，AI， 我们追求很多快速性的东西，但是许多基督徒失去了对属灵生命他所必须要经历的那个痛苦，需要的耐心。我不是说不要使用 AI， 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在快速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时常安静心。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追求那个马上能够有见效的，不用付出代价的？我们在追求这样的信心吗？这个人他用的那个方式不错很快速那我也来。但实际上你没有经历那个痛苦，你没有办法真正得着对方他所得着的那份祝福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生命需要被圣灵慢慢被雕塑成型的样子，是需要长时间顺服的。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蛮容易焦虑或者是焦躁不安的，或者是说很容易生气的人牧师鼓励你，我们学习慢下来，看重一下，稍微看一下你身边生命，你自己的生命需要的深度跟品质，好好把它稍微修正一下，而不是短暂的热情或追求的这个数量。我们真正需要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还有忍耐的。保罗他说，他为加拉太的人，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个口气来说，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身边那些偏离真道，有些时候我们看到那些生命走在作恶多端，或者是说偏离真道，不想要接触真理的人，他们的生命好像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会选择我们不要接触他们，我们选择逃避他们，冷漠看待他们，我们也不想干涉。还是我们会愿意像保罗一样，我们带着爱心忍受痛苦，去说真话，持续的为他祷告，而带领信徒，带领我们的生命做好的生命的门徒训练工作，一直等到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他还没有信主的人，一直等到他的生命看见基督的样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要陪伴他，让他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不是陪伴一个人，让他认识我是一个多棒的人，不是。我们要借由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生命是因为主的爱。你愿意跟着我一起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吗？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承担彼此相爱、彼此督责的责任。我们学习效法，像保罗一样，他对加拉太人的真爱，还有这些门徒的心肠，他愿意为他们付上生产之痛的代价。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从保罗忍受痛苦，再受生产的痛苦，他对主真理的坚定盼望，他多么希望这一些人能够像基督一样的样式的生命。我们看到保罗，他用他的生命做一个很重要的门徒训练，告诉他们对主的爱要坚持，要忍耐的顺服。有几点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要有专注的目标我们怎么做？每天起床基督的样式这4个字你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你要去想，每天问自己，我今天有活出基督的样式吗？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做？第二个，我们可以为你今天正在经历的一个最大的痛苦或者是挣扎，我们学习来怎么样？感谢上帝。注意我们不是在那边焦虑，不是在那边烦恼，而是学习主啊，感谢你。我宣告，这是就像我的生产之痛一样，是我必须要经历的。这个什么叫生产之痛？这个生产有一个生命
你把它产出来以后，我的太太常常跟我讲，你没有经历过生产的痛苦啦，你不了解照顾孩子的痛苦是什么。的确，生产的痛苦是他忍受那个痛苦，最后他把他生下来之后，他对这个孩子的爱超乎任何人对他孩子的爱，所以这是上帝用来雕塑我们生命最好的工具啊。所以你要拥抱你的痛苦，那个痛苦不是上帝对你的责罚，而是上帝要帮助你，要让你知道你的生命面对这个痛苦，你愿不愿意靠着上帝的给你的大能，好好的去用祷告，用安静的心向神祈求。第三个，我们要付上代价。我们选择一位你所关爱的人，好伙伴，为他的生命需要能够成型，像基督的样式一样，你设定一个目标，持续的具体的为他祷告。我们相信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如果你愿意专注在神所给你的生命福音的真理这个目标，你学习去拥抱你生命当中所会遇到的困难，并且愿意付上代价，祷告的代价，改变所需要花的时间去调整的代价，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你今天透过保罗对主你所拣选的百姓生命的交集教导，提醒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改变的真理。我们恳求圣灵再次来坚固我们对主你救赎的恩典的信心。当我们经历生命在面对这个世代生活家庭环境，我们经历许多的痛苦跟征战的时候，恳求你帮助我们看见那一些都是上帝你亲手雕塑我们生命的过程跟记号。愿你的旨意在我们愿意委身聆听主你的话语里面，更深的让我们明白了解，生命需要学习耶稣基督的生命，是那份愿意奉献的生命，甘心顺服的心志，也是带出生命果实更荣神益人的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好成就你所要更新生命的过程应当得着的应许。愿主基督的荣耀借着我们在苦难当中更新的生命得以被高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感谢主，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大家的参与。记住，我们的生命不是静止的，不是停止的，你正在持续的被主的爱所更新塑造。你所经历的忍受的每一分痛苦都不是徒然无功的，他们都是你生命要进到一个新生命能够成就如同耶稣基督样式必要的代价。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清晰可见基督形象的见证人。我们下次再见，愿上帝祝福你们平安。